为改善麻豆地区容易积水的状况，配合麻豆工业区市地重划的开发，市府伫麻豆工业区内兴建麻港甲麻油2个抽水站，并且伫110年9月完工。麻油抽水站设入3台1秒3档的抽水机，麻港抽水站3台1秒4档，集水的面积达到118公顷。伫鼻头排水水位上升的时，内水会用透过雨水的伤涵排到滞洪池，然后再去靠抽水机来排水，有效提升麻豆交流道区域甲工业区整体的防洪需求。2018年0823的时候也淹得很严重，在皮头、在林阿拿以及在小皮这边还有市区都有淹水。到了2020年的时候，也有这个虽然面积减少了，但是也还是有淹水，在林子寮跟小皮社区也都有淹水那就是说，我们一步一步的，在过去到现在治水的工作是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就一步一步的做。我今天主要还是希望说，大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抽水站以及箱涵的建设，都希望民众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。尤其麻豆很多农民都种柚子，柚子可以说1年才收获一次，如果碰一次这个夏天的台风或是淹水整个今年度就收入都泡汤了，对农民来讲很不公平。所以我们不管是抽水机、抽水站的建制，或者是农路的整修，甚至帮忙文旦柚子成熟之后帮忙产销、帮忙销售，这些都是政府也能够帮忙民众来做的。我们也愿意让努力来做，然后提供给农民众更好的生活。另外，为提升麻豆鼻头排水的周边防洪的量能，除了麻油甲麻港抽水站，另外下游还佫设入永安宫的抽水站、小鼻抽水站，甲林阿拿社区的简易型抽水站，总抽水量会用达到1秒35吨，投入的工程经费达到13.2亿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